中国的海警船连续2天挖进咱金门的限制水域，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是表示讲，这当初的金门事件虽然讲已经到一个坎站，也毋过这中国海警船的检查所一直在继续，逐个月也是有几落摆。另外呢，针对有海巡署人员涉嫌漏写机密互中国人，管碧玲是表示讲，今麦等咧调查。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，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。 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。中国海警船伫咧25、26连续2天侵扰咱金门海峡，这毋但是11届第4遍进入台湾的限制水域，也是今年第54遍。对中共调降伫咧附属地带威胁的行动，海巡署是真注意。当初是以说金门事件做理由，然后来用海警船袭扰我们的金马海域哈，但是这个事情都已经落幕了，可是这些袭扰却没有落幕。其实每一个月都会有几次哈，他们会这样子进来，那我们就是本于捍卫主权，一定都是会予以并行驱离监控，站在主权的立场没有退缩。但是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唔难呢是。 伫这份海巡署南部分署有一位姓吴的下属欠人钱，就涉嫌甲秘密文书内容用手机翕起了，吞互中国籍的人士换价值7万块的虚拟货币，甚至协助对方试探收集咱国家的机密文件，想要互海巡署免职，并且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判6年2个月徒刑。立委也要求海委会要彻底调查，建立防范机制。阮足痛心。 边当事内面，才有去发觉伊的问题。我有开放检举，几落个案检举伫我家。哦，好这个案都是阮主动送的。中国的渗透伊就是专门用个地下钱庄来找迄个有债务的人来下手。接下来到底有什么样的防堵措施来给予国人信心？ 我提高检举的奖励措施，然后我鼓励检举，然后我也呼吁要自首。我让大家知道说，如果你泄的密等是军事机密，你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。就惊讲对方专攻锁定经济弱势人员，所以海委会主委管碧玲重申，会透过律师团对当年进行法律教育，并且协助债务清理的咨询，希望会让有防在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